暂时要停止营业，我的心情就乱糟糟。可比亲像去互雷公甲我拍迄一般啦。我决定要向你抗议。假使讲你若真正要停止营业，我会自杀伫咧女社的门口口，死互你看，表示讲我是12万分的抗议啦。李阿哥敬上，这，头家你话，真正呢，我头拄伫咧病院哦，甲李阿哥讲这个代志了后，伊真正规个拢抓狂起来呢。伊讲伊绝对吼要用死来抗议你女社关起来啦。对，头家你话，伊即摆吼绝对吼无咧参你讲算笑的哦，绝对吼为了咱这间女社吼切腹自杀。哎呦，笑死人！你当作啥？当作我即摆才熟悉李阿哥哟？熟悉伊真久啊，几落年啊啦！等伊变要出头，我也煞唔知。嘴若开吼，我就知伊要讲什么话啦。咱小可这个杯，伊哦，逐摆吼都用这个死吼要来甲我威胁啦。我才无咧信你这套。你等于甲讲，伊若要死吼，随在伊啦。啊，我会吼穿一领草鞋吼，甲砍你啦。我烧酒才熬啉。你啥哪啦？你伫啉烧酒？无法度啦，玉华。啊，我著甲恁母啊讲哦，透中昼莫安尼啉酒，安尼对身体无好，啊伊都唔听咧。是啥物代志啦？互你安尼一直啉一直啉。你母爱个性你也毋是毋知影啦。我这个人哦，一世人就是上介重感情啦。这感情若是放落去了后，什么时候才要来发泄？我想都到袂，我心肝严啦。哎呦阿姨啊，啊，当你若莫安尼，看你是介意什么人，我来甲你讲，讲哦，你人这尔好，叫伊吼莫放杀你。我连啊无你是咧讲啥个啦？但我是讲哦，这间女社，即马无要营业啊。我心肝会艰苦。你当时是为着这件代志哦。妈，我嘛知影你的心情，要毋过你袂使安尼一直啉啊，会破坏身体呢。哎呦，你囡仔人你是捌啥话啦？哎呦啊，啊你嘛较差不多咧哈，啊人客安尼哦，直直退房啦，啊房间无人整理，敢我一个人伫咧舞啦。哦。你搁坐在遐啉酒哦，哈？打你是啥？打你是啥？啊，空过街道做淡薄仔钱，落一块肉哦，啊无是会死哦啦。当平常时若咧拼房间的时阵，啊你毋是拢伫遐咧倒东闪西，若无伫遐敲电话，要么落倒。啊，空过毋是拢我捡起来做的，我敢有讲安怎哟？你讲的哪安尼啦？好啦，你莫小冤啦，啊无彩讲哦，恁的感情敢若姊妹仔共款遐尔好。你唔知影啦，啊，迄个伊吼是为着讲吼，女社吼要结束营业，心情歹，踮遮咧啉激心酒啦。嘛讲到这件代志吼，我嘛足艰苦的。想到讲话要离开遮吼，真正足唔甘的。来，阿苗啊，才倒我甲你误会啦，来我敬你，吼，莫囥伫心肝底。阿姨，哪会惨你啊安尼啦？好啦，玉华，哎，你都人乜代志啦？有当时吼心情若无吼，啉一寡酒吼会吐困。其实我心情嘛真歹，啊，愈想来想起来，我倒嘛爱想起。哎呦阿姨啊，几日子啊，你咱遮尔照顾我哦，我无啥通好报答你，无安尼啦。今仔规气哦，甲啉烫海啦，反正哦我会打请啦，啊这食的拢算我的，表示我是出我心意啦。我哪啉惨来，咱哦同病相怜，拢是天涯沦落人呐。我甲你讲哦，人咧啉酒有规矩哦，头一杯一定爱干哦。好打啊，事事如意。干杯，万事如意。你三个吼，莫阁伤心啊啦！我知影讲，一时间要叫恁离开这女社，恁会足唔甘的。我嘛知影讲，
讲安尼做吼，足残忍的，因为恁对女侠拢有感情啊。不过这嘛是不得已的啊，咱的女侠旧啊啦，这吼嘛是为着咱大家甲人客安全，所以讲需要还原的啦。啊，我拄啊有去请这个设计师吼来估价啊，差不多4、5个月时间哦，就会当将这间女侠吼该还好势。啊，时到，我一定会佫叫恁倒转来啦，吼。头家娘啊，咱这个女侠若是还好了，你才随敲电话叫阮来呢。恁人到时阵敢放袂记你？会啦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请恁倒转来。你还讲？晚啦，晚啦，嘿啊，我哪哈？晚啦。啊，你要安怎？你袂转去南部啊？无可能，我要继续留落来。你要留落来？对啊，好多缺啥？虽然讲哦，女小要乖啊，毋过你甲文昌嘛是爱食三顿啊，我会当留落来，凭我的手艺煮三顿互恁食啊。你还讲你嘛爱讲笑，你是大师傅呢，我甲你知啊。行情这么悬着，啊技术嘛这么好，但即摆咱若要咧做生意啊，我免来请你会起啦。无要紧啊，只要我会当煮三顿互你甲文昌食，我就做欢喜啊。我会当主动降价啊，我免提到300人啊，1万多。1万哦？这敢好意思？啊无你搁加2000啊嘛？免啦，1万多。头家娘啊，你还阁都有这个心，你就好大咧啦。你嘛知影讲伊是为南部起来，搭伫台北安尼也无亲无情啦。你一时间是要叫伊去住倒的？对啊，我亲情还袂到，我朋友死了啊。好啦，啊无你留落来啦。真是的，真是的，甜蜜蜜，我觉得甜蜜蜜，我甜蜜蜜，感谢他。哎呀，互你安尼吼，乱节拢煞袂记哩。对啦，这吼意思啦，啊一点仔遣散费，阮3个啦。头家娘啊，无啦，你共骗呢？你讲你要搁叫阮倒转来做，人个遣散费就是讲要甲阮辞职，这是遣散费呢。啊这。多心，头家娘啊，等咱大家斗阵拢遐尔啊侪年，感情拢遮尔深啊，你搁咧惊即落礼数，哎哟，收起来啦，无伊无事。对啊，好多个，以后咱就一家伙啊，毋是啦，咱咧斗阵吼，敢若一家伙咧，对毋对？这边啦，行人啦，佫直条聊，我这记住啊。嘿，好啦。讲实在吼，恁安尼对我遮尔啊死忠着，真正是我的好姊妹啊。表姐，侬穿好势啊咧？穿好个哦。嘿啊。我好多个，你去穿啥？毋是啦，阮表姐啊吼，叫我煮一块倒，好煮我足青草的呢，讲要请恁啦。要食姊妹仔倒哦。啊，就安尼啦，啊吼，红包也毋甲我收，对毋对？啊，若即顿吼，一定爱互我请。好啦，安尼好啦，莫切个意思啦吼。谢谢大家斗阵啦吼。来，多谢头家娘。谢谢啊。